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陈伟民。香港问题继续烧，美国众议院无人来反对通过香港人权法案哦。来看到美国保护民主自由哦，这挺香港的决心是真正清楚哦。不过过去的时间内咧，因为 NBA 火箭队总管哦 Murray 伊讲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挺香港这个决心啦吼。不过，和中国官方媒体呼吁人民抵制火箭队。不过咧 NBA 总裁嘛挺言论自由哦，呼应美国破坏这个价值。火箭队球星 LeBron James 所讲到言论自由负面的这个效应哦，为中国市场要来讲课无够硬气哦，嘛互人批评。中国官方当伫咧美中贸易战的热头顶哦，原本话要抵制 NBA 啦吼，中国佫看到伊咧洗弯哦、转弯哦，是惊美中贸易战来破局吗？挺香港表达言论自由，无论是体育界、影视文化界哦，拢有可能受到抵制。会当看到这是要顾普世价值，也是要顾中国的市场。今日台湾新眼界国际新焦点，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对话。这部电影呢，邀请四位来宾做回来对话。第一位是咱这个体育台的主播陈宏仪，啾啾麦。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啾啾麦陈宏仪。第二位呢，邀请是和这个 Blizzard 哦，这个暴雪加入这个电竞直播组是咱的 Tommy。大家好，我是 Tommy。第三位是咱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研究员廖福德。主持人好，大家各位观众大家好。第四位是咱台北律师公会这个人权委员会委员吴德英。主持人大家好。是哦，这个 NBA 这个烧啦风暴吼，继续是烧落去。即摆发展起来吼，会当安怎来看咧？就麦。以我来看，我是感觉讲，这个代志应该是差不多要消防要结束啊。要结束。因为你看，本来讲中国因为出这件代志，讲要抵制，佮发甲真大声。但是你看，这个形势看起来，讲迄两场伫咧中国迄 NBA 中国赛，其实哇，其实这人山人海啦，吼，这观众拢真侪入场去看这个比赛，啊，拢嘛真热情。吼，啊，家拢足支持这 NBA。虽然讲因去用访问的时阵，拢会讲啊，我是吼抵制 NBA， 我对这球星吼，其实我也足支持的吼。阮甲国家徛做伙，但是这其实为咱来看，咱会感觉讲，其实这讲起来无啥合理啦，对吧？其实就讲 NBA 遐尼好的物件，你也是物件有够好，你照你这是你拍篮球，你上悬的这个水准就是伫 NBA。其实你要抵制，这是无啥可能讲啊，咱就因为讲咱国家的受气吼，国家无愿意讲恁 NBA 一寡做法，咱就全面拢来抵制，我看这是无啥可能的代志。继续咱们请教咱的 Tommy 啦吼，这个是伫咧直播的时阵吼。和这个香港这选手聪哥嘛吼，和伊讲什么话？讲伊要讲的话啦。讲互香港时代革命啦吼，这句话我定定咧讲，但是可能你无法度来讲啦吼，因为这句话你互安怎？终止合作，一开始是永久终止合作，最后面改成6个月。剩6个月，6个月，所以即马开始算，搁差不多5个外月就会使，搁登去到你这个直播组。应该是无法度登去啊，无法度登去。因为在这个产业，其实半年就等于是，其实跟永久是差不多，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游戏，它不是说像 NBA 或是其他的产业，它一定有一个很长的产业链可以持续。我们游戏实况组它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到，这个游戏不红了，或是怎么样，新的游戏出来了，同类型的游戏取代了，对，所以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6个月跟永久终止合作其实还是差不多意思。是啦，同款是这个挺香港，这个 NBA 这 Murray 啊，你是这个比赛这个选手，伊讲讲互香港时代革命，伊讲伊过去4档无成功无要紧，但是这个挺香港是伊一世人，即摆若无停是一世人的后悔这个代志。等下这个这个新闻画面，咱会当做伙来看。不过咱要先来看是啥物？先来看是 NBA 这个部分啦吼，就是咱讲这个美国 NBA 这个。Houston Rocket 啦，伊这个总理 Murray 头对咱有讲到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伫 Twitter 头顶来挺香港啦，煞袂收煞啦吼。美国政治家吼，一政治家认为这 NBA 敢若是要紧着中国的市场尔，互人批评讲这个 Murray 啊吼。不过这 NBA 这个主席咯，伫初七的时阵嘛表示讲 NBA 啊挺这个 Murray， 伊嘛支持着言论自由。咱做回来看以下报道。NBA 休斯顿火箭并无孤单，因为去互中国封杀的更毋难伊一个。美国成人网络电视局南方四剑客初八向中国发出正式的回信咧，内容是甲 NBA 同款，阮欢迎中国的新早入来阮的厝里甲心内，阮嘛真爱钱，比爱民主甲自由搁较济。是军编主席生做甲希马维尼完全无同款。
中国共产党万岁！祝今年秋天高粱大丰收。中国，咱即马敢会使好好啊？ I'm just starting to grow my business here in China. What is this, sir? Oh, that's weed. Marijuana. You know. 伫咧即集《Bad in China》内底，咱伫大教位就因为有大麻去用掠去落解，关入去大楼内底看到希马维尼甲迪亚。希马维尼讲是因为生做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才去用掠入来。另外，米奇伫内底是扮老大，甲公公司内底角色是美甲草头。 Which one of you decided to go and start bad-mouth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o here thought they had permission to say anything critical of Chinese politics? And if the Chinese don't want you, then I don't either. 这是第23季第2集，因为出现器官移植、媒体审查等等的内容，所以伫中国的网络找袂到任何跟南方四剑客有关系的内容。南方四剑客一向拢用喊呱呱的出头来口说现实的政治。 不过，对同款去用封杀的美国职业 NBA 来讲，都袂当甲当地拍表推销的中国市场摕来讲笑。会议总经理莫雷替香港的文章引起的风波也搁伫继续，嘛，互美国真侪政治人物注意到，网络的言论拢是批评莫雷较济，因为 NBA 敢若要紧伫经营中国市场。主席亚当时否初一暗时伫咧东京接受访问的时阵强调讲 ，NBA 支持莫雷，嘛支持言论自由。啊，是中国了后发声明，会暂停所有 NBA 热身赛转播，这嘛是伫中国央视。 伫咧初六半暝宣布暂停转播所有火箭比赛了后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个除了这个 NBA 以外，这个 South Park 南方公园哦，嘛有真侪这个高级考试啦吼。安怎讲高级考试咧？这个咱来先看这个南方公园，伊的这道歉声明是啥物吼？咱来看到咱所经历的，就亲像这个 NBA 共款啦吼。Like the NBA, we welcome the Chinese censors into our homes and into our hearts. 就是审查啦吼，来到咱的厝，来到咱的心共款。哦，伊讲啥？阮超去爱钱的，完胜过这个自由甲民主啦吼。再来，习近平嘛无像这个 Winnie the Pooh， 无像小熊维尼啦吼。欢迎伫拜三的时阵准时收看咱的第300集吼。伟大中国共产党万岁啦吼！希望恁今年秋天高粱大丰收。这内底佫考试到中国因这个器官移植的这个部分啦。伊讲啥 ？May this autumn's organ harvest be bountiful 啦吼。 这个 sorghum 就是高粱的意思，但是伊这个头前这个 autumn 有一个 s 啦吼，这个 s 就是小连做伙，所以变成 organ harvest 器官移植，这个器官会使 harvest 会使真丰收啦吼。所以南方公园内底除了考试，中国爱钱，中国爱审查，中国这个器官移植啦吼。所以咱来先看这个高级生的部分，咱先请这个律师啦吼。 咱先来解说这个伊高级生，除了这个 NBA， 伊这个道歉声明以外，还佫有讲到这个器官移植这个部分。确实，因为南方公园吼，过去咧美国拢无啥物问题，是因为伊拢咧算美国的政治，伊咧算美国的艺人，伊这个应该算是讲这个节目。 真侪人咧看是感觉因真趣味，伊拢会去共算。啊，咧美国是有言论自由，所以伊算过去算拢无问题。为什么即个算了后变做中国的所有媒体也好，还是讲网络顶悬，或者是香港的网络开始来甲封杀？因为伊去算到中国，算到中国，你就会使看到讲为什么全世界文明国家封算拢无要紧，干那中国袂使。而且内底有几项嘛，包括讲即个小熊维尼。 小熊维尼咧中国去用禁吼，全世界听无。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这是算少年家咧网络顶悬讲，敢若因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敢若生做敢若小熊维尼，安尼消遣吼，中国无法度接受，所以所有的小熊维尼吼，拢去互禁，禁甲连即个电视即个卡通的节目都去互禁。大家会记得台湾过去有一个即个制作团队，伊咧即个电影最近就请的，即个番号，即个番号就请的，伊另外一个即个作品。 合作行愿，行愿的这个作品，其实咧台湾过去足侪少年家嘛咧耍。为什么这个物件咧中国去用禁？因为伊内底有一道符啊，这个符啊内底写着讲习近平小熊维尼啦。啊，所以这个符啊安尼写了后，因为这个网络的游戏，这个趣味的物件，在咧中国全部拢禁止。所以咧台湾人看到感觉足奇怪，一道符啊内底写着习近平小熊维尼安尼去用禁。所以咱最近咧看这个电影，大家就想着讲，过去共款有这个小熊维尼的代志，咧台湾嘛发生过。咱看到不管是 NBA 也好，还是讲这个南方公园也好，因其实咧上基本的人的生活就是言论自由。这种较基本的物件，拄着中国去用禁。所以今仔日这个美国的众议院的这个应该议长啦，这个 Pelosi，
伊来讲的，我感觉伊讲的话真正有道理，而且伊嘛咧呼应讲 NBA 也好，还是人方公也好的这个代志。伊讲如果今仔日咱美国因为商业的利益，而选择无要为中国的人权讲话，你美国会失去掉全世界咱咧讲人权的正当性。所以伊今仔通过这个香港民主人权法案。伊讲即句话，其实我感觉嘛咧回应过去即个 NBA 的代志也好，还是人方讲也好，真侪人因为即个商业的利益，去甲中国即个应该算是即个甲回失礼也好，所以人方讲踮咧遮算了，真正是足侪人吼看到感觉讲，敢若遐其他的人叫口说着。为什么？伊讲，哎，我要甲你回失礼啦，我应该爱为着钱甲你回失礼，而放弃自由民主。啊，我嘛爱为着钱甲你回失礼，我无应该去讲着即个器官的移植，或者一寡中国的一寡问题，包括伊讲，我最后甲你回失礼，因为恁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无信肖像威尼，这是口水甲真彻底的一件代志。伊嘛，我认为踮咧遮，美国将伊用通过法案的方式去声援香港的民主，同时嘛咧回应着过去 NBA 甲人方讲最近去互中国禁止，但是人要选择一个做有尊严的人。要有言论自由，要有民主人权，这是基本的价值。到底美国要选择什么价值？伊今仔用通过立法，而且是全数通过的方式，甲全世界讲，阮选择人权，阮选择民主，选择人的尊严，咱无要向中国这种无文明的方式来做这个，应该算是讲来做这种道歉，无可能。我想今仔日。这个法案嘛是回应到这个人方公甲这个 NBA 这个事件。是这个法案的部分，咱等下真正好来讨论啦。不过先爱请教咱的教授啦，老教授，咱看到这个言论自由哦，头对这个 NBA 这个总裁伊嘛讲了，明确指示这个言论自由是一个美国的这个普世这个价值啦吼。其实咱嘛知影，其实这个 NBA 啦，爱顾市场也好。但是，伊双边的这个言论拢爱顾，唔通讲，我敢若支持着这个香港遮，啊反对声音我嘛听到，但是袂当因为我支持香港这个言论，煞甲我这个本地这个言论自由，这个普世价值，甲淡去杀去。是，因为言论自由一直其他就是普世价值，是讲，伊不只是咧美国安尼，伊是全世界拢应该爱这种某种的迄个言论自由，即那叫做普世价值嘛。是，吼，啊，你这言论自由唔是讲迄个。你讲了以后会出代志，迄都毋是言论自由啊嘛。吼，像咱顶边咱台湾嘛，佮经过个迄个白色恐怖的时代嘛。是，讲毋是讲你袂使讲，你讲了会出代志啊，对无？所以讲即摆中国个甲咱讲的就是讲，你若讲了，你可能就会商业利益会失去，你其他的迄落拢会失去。吼，所以讲我把这就是迄种侵犯讲言论自由的部分嘛。吼，所以讲美国拄仔咱咧讲的迄香港人权甲民主的法案。来提出，我感觉这是美国真重要的一部分啦。来讲，伊一国会来支持一个民主甲人权，吼，啊，佮另外一个保护香港的法案，就是讲迄度要保护讲你即马无即个催泪弹啊，种其他袂使乌白所出，讲变做是讲你所出一寡物件变做去侵犯人权的部分嘛。啊，其实佫有一个，伊是支持香港的决议，是国会决议，是吼，啊，这三个是刚一刚来通过，吼，我感觉讲这个决议讲一方面支持。香港来支持迄落来争取人权的部分、甲自由的部分，吼。啊，另外一方面是保护讲即个物件袂应输出。第三面，就像香港人权甲民主的法案，就是讲透过各种方法，来变做你袂使互伊签证，啊，种啊甲取消，啊，你来当作迄个资产甲冻起来，吼，袂使互乌白开安尼，吼。我感觉是一几套的，不你讲这是国会来，国会来，你这个言论自由，你要讲真正去实践。啊 ，NBA 是民间的嘛，是民间的，所以讲，伊不只是在国会来，迄个国会来，迄个保护言论自由，你其他嘛是爱去坚持，吼，啊无伊变做讲，你中国会使透过伊的经济方法、商业的方法来限制迄个国全世界言论自由嘛，吼，所以我感觉，我想，即个咱定着是真基本的价值的问题，你若碰到价值甲自由的部分哦，对，我感觉就爱选择。这都来选择，我感觉这不只是讲你感觉看到香港，其实嘛看到美国，嘛是讲看到咱台湾，哦，咱看到咱台湾，你看这个状况，就是讲你一定要有一寡你家己价值的坚持，毋是讲为着迄种金钱的部分，吼，来迄落变做讲你着牺牲咱家己的价值甲自由，吼，尤其是你面对一权的政权嘛。一个无民主的政权，佫快需要选择，哎呀，因为你偏偏你咧做生意。
你在日本做生意，你在香港做生意，你在澳洲做生意，你无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嘛。啊，无你讲你在中国在做生意的时候，你都爱注意到这个代志嘛，对吧？所以讲我感觉这个价值的坚持是非常重要。啊，不过美国即摆发现就讲，伊会在一个重点。哦，不只是甲香港在拼人权、拼自由尔，其实全世界是咧支持的。对美国开始，啊，对咱台湾，我感觉咱即马嘛是需要注意这个代志，咱要徛倒一边，咱要坚持咱的自由，甲迄落咱的价值无，有影啦，这是最重要的。咱咧讲 NBA 这件代志，大家也会记哩，前几个月啊，咱台湾一方水果地这个事件，同款哦。这个本早只是这个香港一间店，伊打出停香港这个部分啦吼，啊其实尾来就烧甲规个咱水果地也好啊，啊这个饮料店拢掉啦吼，这是台湾的部分。即马连 NBA 上大这个体育界这个产业嘛掉啊，所以美国这个例啦吼，值得咱继续来讨论来看啦。咱来看讲，这中国对这 NBA 这事件这头甲先啦吼，咱看10月初4的时阵，伫会展场的总管 Mori 伊伫这个 Twitter 头顶打出。然后头先嘛讲到 Fight for Freedom 停香港啦吼，啊，这个媒体，这中国媒体甲爆出了后，惹到这中国这个球迷啦吼，啊，商业合作这个partner 嘛扬言啊，要抵制这个 NBA。伫咧初5的时阵呢，这个 Houston Rocket 的头家费提塔伊就讲吼，这个 Mori 伊的发言无代表球队这立场咯，强调伊毋是政治的这个组织。不过咱看到这个火箭队前球星啊，这个姚明，伊是做这个主席的这个。中国篮协、中国篮球协会，伊就讲吼，这个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管 Mori 伊这发言，然后发表关于着这个香港不当的这个言论，然后爱暂停这甲 NBA 继续交流这个合作这个部分。咱看到初8时阵哦 ，NBA 总裁 Silver 伊伫东京赛前记者会时阵表示讲哦 ，Mori 这个发言真有这个有可能有。会抵触到经济这损失，但是也是支持到爱有这个言论自由这个部分啦。啊，不过咧，这个央视啊 CCTV 甲腾讯体育，因就宣布讲要随甲 NBA 来停止合作的这个部分。不过咧，10月14的时阵哦，这个腾讯体育伊就恢复到 NBA 这个转播啦吼。啊，其实咱看到规个西湾代表中国是咧惊讲，这个1/10是美国 NBA 上大这个市场可能会消失去，啊，对中国这个体育界来讲，嘛是影响真大呢。绝对啊！我感觉讲，其实我这是先讲是对双方来讲，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双方来讲，这影响都是真大的代志。因为讲对美国来讲，当然 NBA 来讲，当然讲伊这个伫要中共，伊要趁真济这个中国钱啦，吼，因可能这个计划约拢签落去啊。讲听讲啊，无记唔着应该是500亿的美金，找伊这个传播的权利金。啊，对中国来讲，其实伊嘛是要甲美国做生意啊，伊其实伊嘛是。伊嘛是讲啊，我家是付钱互伊 NBA， 我拢无趁嘛，伊嘛是要靠这个 NBA 伫中国咧趁钱嘛，所以其实双边拢是要为这内底摕到因家己要摕到的一款利益啦。所以我是感觉讲，我头想讲这个代志应该是差不多要消防啦，因为这就像我头仔讲过了，讲这两场伫咧中国拍的中国赛，中国的比赛 NBA 中国赛，啊，就讲满场的观众，啊，就算啊。直接头拄仔讲话，其实这腾讯虽然讲甲 CCTV 是做伙讲啊，我们要甲 NBA 对阵，我们这转播咧甲你抽起来，但是其实差不多2-3工前的这个腾讯的偷啊，吼无讲甲别人讲，我偷啊开始播2场 NBA 热身赛，所以甲热身赛伊就已经冻袂掉啊，你个等甲讲你例行赛球季真咧开始，然后真了拍个季后赛，真咧讲中国的球迷会使讲冻的因为中国是讲是一个最爱看篮球的一个国家啦，吼，篮球甲这个骹球拢是因上爱看。啊，所以就讲你即马甲咱热身赛，你已经袂动静啦。然后这2场啊，讲哦偷啊讲，因为其实讲这腾讯讲因要甲 NBA 对阵的时阵，其实腾讯因的一寡这个用户，嘛讲安尼无你退钱互我。因为我本来甲你买你的服务是讲你有 NBA 嘛，你有 NBA 嘛，啊，即马你甲 NBA 对阵。啊，代表讲我权益嘛受损嘛，所以讲这中国是一个极权的这国家的政权，但是其实我嘛某种程度嘛，算讲是这个资本主义嘛，愈来愈社会对啊，系啊，其实嘛是想要看
上好看的比赛，想要过上好的生活，人拢是安尼嘛。所以就讲，你甲来官方讲哦，我甲袂爽 NBA 的一个，虽然讲是火箭的总管呢，虽然讲 NBA 一个食头路的人嘛，伫 NBA 上班的人，伊讲的话，互你无爽快，所以你要甲咱因全中国。因所有这个篮球迷的这个权益，拢总甲抽起来，拢总不爱吵。我感觉这是无可能的成功的代志。不过头拄就慢讲到一个重点嘛，就是讲这个爱国心、甲爱看球的这个球迷，真正斗会起来无？这嘛是会使好好来思考一下。不过咱来问，请教咱的廖教授啦吼，就是讲，其实咱头拄有讲到，这个中国真务实咧做代志吼，伊会使先画底座。但是尾啊，佫会使180度、360度随西弯啦吼，伊的务实做伫倒位？这个务实就是讲，伊当话足大声，吼，话足大声，足硬，吼足硬。啊，毋过大家都知影讲中国文化嘛，中国文化表面上，尤其是官方，伊咧话的时候，当然话较足硬，吼，啊，誓死抵抗，吼，爱国心嘛、民族的情绪啦，拢会使用这个方法来迄个表现出来，对吧？啊，不咧讲。咱就知影，有当中国文化就是讲话真大声，啊，毋过实际做法其实是无相像的，是无相像的。所以讲，这个文化其实拢一直伫咧这个中国的文化内底嘛。所以讲，我感觉应该伊有可能是嘛是讲这个模式啦，爱话吼，大家讲哇，我即马官方。这方面的意见拢是安尼，我要抵制，为着咱的爱国，为着咱的民族，吼，你袂使干涉我的内政，袂使破坏我的迄个团结，啥物拢理由拢会使讲出来。啊，不过我把事实上，我感觉无一定遐尼严重，啊，无遐严重。啊，所以讲，即摆重点是伫遮，你无可能期待讲中国拢无反应。有影。尤其是要做生意的，问题是讲重点是讲全世界其他国家，你要甲中国做生意的，你要有啥物心理准备？包括台湾。是。对不？是，就讲你是要牺牲你的家己的价值去赚到一部分的钱，还是讲其实你无一定哦，无一定大家来团结起来，可能是讲你无需要牺牲价值，嘛是讲我都赚钱哦，对不？你像 NBA 大家看这个状况嘛，对不？你讲其实中国嘛需要商业嘛，你来讲完全的抵制，其实伊。可能无法度得到伊官方想要得到迄个民主的迄个民族的迄个情绪，甲伊个爱国心。啊，毋过伊嘛是商业，伊个商业利益嘛是去想到啊，对无？所以讲，我感觉即个物件伊家己嘛会使想的啦。所以讲，我感觉各国要甲中国做生意，其实爱思考即个问题。应该先想着讲，咱其实无需要牺牲自由甲价值来换到利益。是讲咱同时会使做到两项代志。一方面坚持咱的民主、甲自由、甲价值；一方面你甲讲完会使做生意嘛。你安尼毋捌做，就讲看讲到未来的状况嘛。就是讲你讲完另外一个问题嘛。你若讲中国有腐败咧，有贪污咧，你要怎面对？要怎面对？所以讲我感觉即马是讲真侪做生意的人必须要去思考的代志啦。是。啊，我感觉最主要是讲啊，国际要团结。国际啦吼，因为你一项嘛，你来看讲中国一对无共种款的生理，拢甲你威胁嘛，甲你威胁。问题讲，你讲咱讲看那动物片啦，你若一只水牛散散啊，迄只狮仔就甲你食死，随风食去啦吼。你若讲规群迄落水牛，大家团结起来，你来讲，你可能你一只拢食无啦，你一只拢食无。吼，所以我讲，即个物件是咧考验咱，是咧考验咱。你面对一个集权的迄落政权。吼，啊伊佫有一寡经济实力的时阵，那我嘛应该咱爱面对的一个真严肃的问题啦。是，尤其这个中国官方啊，当看到这个耿爽伊这个回应啦吼，其实嘛是射了360度的这个大弯啦吼。啊，其实尤其是即阵咱头拄嘛讲着，是美中贸易战的这个热头顶啦吼，所以这个美国可能对这个甲中国这个谈判的时阵，可能这个点嘛是大真硬啦吼，所以中国才有这个。转弯这个可能，能够请教律师啦吼，继续来看讲这个美中贸易战啊，对这个中国收手，还是讲东西，这个有关键的因素伫。我想这个民主的普世价值吼，踮咧顶礼拜这Trump，伊特别讲到讲，如果中国去镇压这个去压制香港的民主，然后较应该较强烈的这种手段，可能会影响到。美中的谈判，所以你会使真清楚看到，讲美国踮咧战略上已经把即个普世价值当作伊要谈判的一个前提，甚至是即个双方要化解即个
情况。咱看到讲即届美国的这个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其实真清楚讲，伊毋是干那宣誓，宣誓意思是讲你香港爱民主人权，毋是干那宣誓，伊内底佫留有制裁。所以讲你看法案内底，伊头前甲你讲我宣誓讲我要民主，我香港爱民主之外，伊讲。如果你是香港人，你参与着因的民主运动，你去互香港的警察抓伊，去互法院判刑，遮个人未来要来美国，拢无限制。过去若讲你有一寡前科，你可能袂使来美国。伊踮咧遮，伊这法案内底，我宣誓我要民主人权，所以你若是香港人参与着这民主运动，你有前科，有去互法律制裁，你来美国，阮拢无甲你限制。无问题。另外，伊的制裁是啥？伊内底法案内底讲，如果你是踮咧香港，你去迫害人权，这个情况内底，不管是警察也好，高官即个官员也好，你未来要来美国，你可能禁止你入境，而且你踮咧美国的资产要甲你冻结，这是一个制裁。包括讲上严重是啥？伊爱逐年拢爱提出报告，甲美国的这个国会报告讲，到底香港的人权的情况是安怎？如果是严重的这个损害的时阵，伊要取消掉香港即马有一寡。优待嘛，就是讲伊甲中国其他的所在无共，香港有即个较自由的经济贸易，美国要取消即个优待，所以你会使看到讲为虾米中国的外交部也好，香港政府也好，全部跳起来讲啊，你哪会使安尼来干预着阮的内政，这真清楚。咱为虾米全世界民主国家踮咧即届拢会去支持香港的民主？因为咱陆续看到，伊香港受到即个恶境的即个影响，迄是比战争更较严重，咱咧战争内底有一寡基本的即个原则，就是讲头一项，你对即个记者，你咧记者咧采访，袂使去甲伊做即个限制，或者是讲甲开枪。但是咧香港出现着讲即个印尼的记者，对伊的头开枪了，目睭全失明，永久的失明，这是要拍国际诉讼呢，因为你咧就算咧相战，你嘛袂使去断记者嘛。但是你对着记者，你明知影伊是记者。甚至即马伊是讲，你记者若挂这个面搭，你嘛爱企起来，你袂使保护大家。所以这是也应该是国际上面在讲违反战争法规啊。这连战争都不行了，你香港你即马用这种方式，这完全无文明。另外，你对着囡仔，咱咧国际上不管是战争，你嘛袂对囡仔来开枪。但是咱看到一个17岁学生，伊是用这枪，佮带入去，是嘛？敢那个命运嘛，搁咧加护病房，所以你也知影讲，伊是足残忍的，对着学生囡仔，甚至对着咱知影讲咧，就算是烧折，对着医生、救护人员，你袂使对伊有任何的即个攻击。但是咧香港，你一个查某囡仔，迄个救护人员目睭着青，大家为虾米讲即个安尼袂使暗？为啥袂使暗？因为迄个查某囡仔着青了，香港人用安尼落去甲声援，全世界用安尼落去甲声援，所以你看到连救护人员。伊嘛是安尼甲开枪，甚至咱最近即阵啊看到一个15岁查囡仔，因为伊参加着即个示威的活动，伊变做一个无穿衫的尸体在海的顶悬浮。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是讲原来是一个参加着民主运动，你可能会失去性命，而且大家要去追查讲为虾米伊会安尼死。无可能是自杀，是因为伊是选举的，迄个应该是受水的选手。受水的选手，你讲伊跳海去自杀，而且拢无穿衫，这是完全无可能的。国际上头咧问讲，像这种事件，你为虾米遗体大家咧怀疑的时阵，你甲即个伊的尸体紧甲火化？香港警察紧甲火化，啊，大家讲要去调伊迄个啊未死之前1点钟咧下校的即个影片，全世界拢在甲问讲，啊，迄影片是安那？因官方甲警察甲物件藏起来，讲物件放去，无爱互你看影片。你全世界都会去怀疑讲，原来参加着香港的民主运动，15岁查囡仔，到尾啊会变做一具尸体浮咧海顶悬，无穿衫，这是一种侮辱性的一种攻击。所以，为什么应该说民主国家内底以美国为首，或者是英国一再讲中英联合声明？为什么要安尼落去讲？是因为全世界文明。民主国家看袂落去香港这种情况，今仔日应该讲美国通过这个法案，我认为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是讲香港你若继续安尼落去舞，你继续去甲暴力来甲对着民主来甲做这个无正当的限制，我要甲你制裁，我要制裁你中国，我甚至踮咧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顶悬，我嘛会甲你制裁。是，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个部分啊，咱看到这个香港问题的收煞这个部分，啊，看到这个 NBA 问题嘛是相共啦吼，咱看到这个 NBA 事件
了后，所有各界这个回应啦吼，中国这个东湾视角吼，视角360度，嘛是真趣味的一件代志啦。啊，头拄这个律师伊嘛有讲到，就是讲这个中国因素，伊安怎去用到这个湖景啦，香港政府嘛是共款，所以北京政府即阵的态度嘛是真暧昧啦吼。咱继续来看讲，规个整个啦 NBA 事件，这个各队这个球员的这个回应，咱讲到等来吼，来看到这个 James Harden 伊安怎讲吼，伊讲伫日本回应讲，咱爱道歉啦，咱爱中国啦吼，两讲后改口讲，伊停这个言论自由，伊徛伫这个西尔瓦家啦吼，啊，这个 Curry 伊是讲啥？伊讲这毋是一届无共的这个对话，伊对这个中国的历史无了解，无法度对这件代志来发表评论。这个 LeBron James 咧，伊就讲啥？发文爱真细致，无毋对，咱有言论自由，但是有可能会带来真侪这个负面的这个效果。塞尔提克这个坎特伊是讲啥？支持自由甲民主啦，这代表就是牺牲。咱佫看到这个各界这个回应啦吼，这个美国两党的这个国会议员因发表公开信，呼吁联名停止伫中国所有的这个活动啦。啊，看到勇士队这个总教练科尔，伊是讲啥？伊讲这个是一个奇怪甲复杂的国际事务，对事件有进一步了解进程，未这个参与着这个评论。毋过咧，这个川普伊就讲啊，看到这个科尔这个访问，亲像是看到一个惊大的这个囡仔吼，惊歹去的这个囡仔，拢毋敢回答着问题，甚至讲家己要讲啥，拢毋知影啦。但是咧，伊无代志，就讲这个美国这个歹话。啊，等来到台湾看到蔡总统伊讲，甲这个比赛停播咧，就是甲特定的这个选手出名，拢是威胁大家有一种意见啊，敢若会当有一种意见尔。这反倒当然是甲所有这个球迷、甲这个玩家这个损失，袂当理解这种恐惧言论自由这个做法。郭文哲伊是讲咧，中国大陆无了解西方的这个言论自由。韩国瑜这个办公室的发言人叶元之伊是讲支持言论自由啦。咱看到遮，头拄仔这个律师嘛有讲到，美国这个普世价值真清楚啊，法案通过嘛真清楚啊。但是侪人吼对这尤其是球员来讲，因也个是有顾虑啦吼，顾虑这个可能这个中国这个市场会影响到，因甲这个可能所有签的这个合约可能该电风拍过，有这个可能啦吼，所以这个球员因嘛是较认真的讲啊，我要发表言论自由进程，会较认真来做这个发表这个部分。其实对这个 NBA 球员，因为这件代志啊，需要出来道歉。其实我伫我家己网络上嘛有写讲，其实我感觉看起来，敢若是美国版 NBA 版的周子瑜。周子瑜吼，甲咱几啊年前周子瑜的代志，敢有啥物无共？除了讲因是篮球员安尼啦，差就差一只安尼啊。想到讲甲周子瑜相共，就代表讲你看到一个人为着伊去用强逼出来讲爱回事咧，啊其实家己嘛毋知影讲伊到底是为虾米代志回事咧。尤其是看我打开始我其实火箭的 James Harden 是出来道歉，迄看伊的面来看网络大家拢看我看伊的面就知影讲伊根本毋知，对，根本毋知影讲伊要为虾米代志道歉，要道歉啥物，啊就甲伊讲啊，安尼我就道歉吼，我最爱中国的吼，中国是我好朋友，我上爱伫中国拍球，这听起来敢讲我甲你应付啦，敷衍了事，啊刷落来。我感觉这个 NBA 的主席 Adam Silver 伊就讲了袂歹啦。我感觉讲当然啦 ，NBA 伫中国伊爱做生意，吼啊当然嘛，吼伊嘛尊重中国，伊是一个可能甲民主国家较无共的一个所在啦，吼，因为这因这个国家的状况甲全世界民主国家是较无共啦，因尊重这个部分，但是我感觉 Adam Silver 伊就强调讲。虽然伊嘛知影讲，这个火箭总管 Daryl Morey 伊讲的代志，可能和中国，我看主要是官方啦，和中国官方感觉无啥爽快。是，但是伊嘛强调讲，你要尊重讲，这是伊的言论自由。啊，我感觉讲这个代志，想要讲 NBA 代志，想要讲，和真侪咱台湾人感觉讲，这个心内感触就侪。我主要是因为讲，平常时咱感觉讲台湾人。因为中国的问题，啊，咱去用欺负，去用打压。我感觉做台湾人多多少少心内拢是感觉讲，我心里有准备啦，心里有准备讲，因为小国小民啊，佮拄啊好伫咧中国的边啊，吼，这长久以来啊，在历史看来，就感觉讲，咱台湾人应该是在天性上，咱拢感觉讲啊，这就无法度嘛，吼无法度。但是我感觉，今日看到 NBA 的代志，我相信真侪台湾人，尤其是篮球迷，拢会感觉讲，咱美国这款遐尼强的国家。对无？对，拄着这款问题 ，NBA 遮趁钱的一个组织，遮趁钱的一个联盟，会拄着这款问题。所以我感觉讲，这个代志，
啥会讲，互即个台湾人安尼心理感觉讲对，休息。我看主要就是因为讲，今日也是咱 LeBron James 全世界可能是Michael Jordan， 所以伊可能赚上侪钱的，上成功的，吼啊个。即成功啊！即个伫咧篮球界，种伫咧一般的人即心中，即地位足悬的吼。伊伫咧进前嘛，做对真侪即个人权呐，吼自由吼，伊拢真侪即个发言，伫咧美国拢发言啊，足侪意见，然后互真侪人真侪即款鼓舞啦，吼鼓舞互人一寡正面的一寡影响。啊，今日咱 LeBron James 拢出来连续2工出来。讲啊，我感觉这言论自由吼，哎，嘛是讲爱去顾着效果吼。我感觉这个好，因为我感觉讲LeBron James绝对嘛是因为讲伊伫咧中国可能嘛有做生意吼，卖球鞋嘛好，卖球衫嘛好，还是顶拢好。但我看台湾人拢会使理解，但是我看大家看到讲，咱遮尔有钱的、遮尔有权力的一个人，拢需要为着即款会使讲甲伊算是无啥关系嘛，对，甲伊算无啥关系的代志，伊需要去用。逼出来道歉，我看这是大家看起来，敢一定心内拢无啥爽快，啊，大家嘛拢会引以为戒啦。是，所以我嘛感觉讲，其实进前我讲，其实中国问题，即届问题，即届这个抵制的代志，会让大家发现讲，中国问题毋是中华的问题啊，毋是干那台湾甲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所以即届的这个抵制事件，我其实伫咧家己的这个粉丝团我嘛有讲，其实这个也是这 NBA 球星、NBA 球员，因参加这个一日台湾人体验营啊，即个刚刚台湾人平常时这感受是共款的啦，互恁体验一工，看讲哇，你互恁做一工台湾人看卖，讲就是安尼感觉。我呢这个心内我呢歹受啦吼，我呢艰苦。咱来看头拄仔这个啾啾麦讲到这个 LeBron James 向中国来这个讲无够硬气的这个所在是安怎讲？咱看伊这个 Twitter 头顶哦，这个是10月15号的时阵，伊讲 Let me clear up the confusion 哦，互我澄清一下，我无认为这个 Maury 有想过，伊发表这个推文了后，会引发的这个效果啦吼。伊无讲到这个推文这个内容，但别人会当去甲讲。但是伊随个发一个讲啥？伊讲 My team and this league just went through a difficult week。这礼拜吼，伊的球队甲这个联盟拢真歹过啦吼，因需要一个了解一个推文，也是一个声明，会影响什么效果啦吼。相信无人会当停落来，会思考会发生什么代志啦吼。应该爱搁等一礼拜再搁发文。这两篇文章啦，还有头拄仔伊讲的这个伊所讲的这个言论自由什么效果，尾也就讲讲这是向这个中国这个低头啦。但是咱这个网友嘛真活泼，伫网络顶吼，随现出伫2018年正月15号的时阵，伊是纪念 Martin Luther King Jr. 迄当阵50年的这个名单的时阵吼，伊讲 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这个任何地方的这个不公不义，拢威胁着所有地方的这个公平正义啦吼。当因对重要这个代志变这个点的时阵，因就开始失去着这个价值啦。咱头拄仔这个啾啾嘛有讲到 ，LeBron James 遮尔大的这个人物，都爱面对着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普世价值嘛，因为这个中国因素会互这个消无去啦吼。教授，我感觉 LeBron James 这2018年1月15号这个推特真好啊。尤其是纪念 Martin Luther King Jr. 这句话是非常的好嘛，对吧？因为大家知影讲 Martin Luther King Jr. 是咧奋斗什么？奋斗讲你黑人甲白人的种族的无平等嘛，你分离无平等，这个状况嘛，对不？LeBron 应该想看卖影咧 ，NBA 若讲这个时阵黑人袂使拍 NBA，回去到1960年的时代的时阵，伊会安怎想？是，对不？讲这个自由甲人权有重要无？你若无，有可能是完全连利益都无。是，毋是讲你甲减一寡利益个了，所以讲伊的重要性是咧遮嘛，对无？所以讲我是感觉是真重要啊。我感觉LeBron在讲引用这 Martin Luther King Jr. 这句话真好啊，因为这句话大家拢其实真出名。是，其实这句话真出名，啊嘛是足上重要一句话啊，嘛是上重要一句话嘛。所以讲应该。叫伊叫我冰，是讲这无偌久嘛，一年外前啊，免2年前，家己登去冰看伊的推特，迄咯，是，看卖啊嘛，伊就知影讲即个物件，你应该徛喺倒一边嘛。讲你家己要你是要人权甲自由的价值，还是讲你为着即寡利益的部分嘛，对无？我刚拄仔讲的 NBA 即马若无即个价值，
LeBron 可能是连拍球都无法度。免讲你要做一个名星，你要赚足侪钱的，你可能是练一个球员都唔是，对吧？这块有重要无？是，对不对嘛？啊，我赞成，这 NBA 是哪重要？如果中国若法度对 NBA 下手，若法度成功，规个整个的，对小人是无法度下手，是，对不？所以我即摆这个时阵是真重要啊。NBA 的迄个主席、迄个总裁的坚持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如果 NBA 若这件代志，伊会讲较歹听的归乱，还是讲苦乱，还是讲裸嫩，还是讲放迄落家己牺牲家己，伊牺牲的不只是 NBA 家己，是全世界对自由甲人权的价值。是，咱头拄讲到，这是 NBA 咱。现场有一个苦主伫咧，Tommy 啦吼，咱先来看讲 Tommy 这个电竞游戏罗少战绩吼，这个香港选手聪哥啦，伫咧这个赛后讲出讲互香港时代革命啦，结果说这个游戏总公司哦，暴雪娱乐 Blizzard 祭出这个新严重这个处罚啦吼，包含这个主播 Tommy 内底啦吼，中止合作，引发着这个各国的这个玩家吼嘛到声援啦，咱继续来看这个遗骸报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伫咧头壳顶挂着服务镜甲风度面具，香港电竞选手聪哥伫咧比赛了后访问的时阵，大声喊讲，讲好香港时代革命。想袂到，杀害游戏总公司布里扎多来动挺发，总公司认为伊违反着比赛规则，要来取消伊本赛季所得到的奖金，而且搁要互伊来禁止比赛一档。两名台湾的主播嘛，因为这段访谈受到影响，总公司无爱搁甲因合作。如果你这个画面出来了，那就代表是 OK 的，那我就让他讲他要讲的。其实你也是可以卡掉的嘛。台湾暴雪就是会帮助我们跟上面讲话。头尾强调会甲报道的工作做好，不过对布里扎多的决定实在是吞袂落去。以后会拒绝所有布里扎多的 video game， 伊的说法得到网友的応援。不过布里扎多伫中国官方网站强調會繼續維護國家尊嚴。香港反送中甲打已經超過4個月，影響一路燒到電競產業內。布里扎多禁止香港選手的代志，嘛引起各國玩家的批評。美國大學選手正正伫咧比賽途中提出自由香港抵制布里扎多的標語，結果畫面互人撤掉，而且未有任何聽法。選手批評布里扎多官方根本是雙重標準。暴雪他全世界做生意，他不想得罪中國。你一個選手，你去參加任何比賽，你至少你要懂得在什麼樣子的場合說什麼樣的話嘛，要不然這樣子你不用選手不要當了嘛，你去從政嘛。台灣電競協會理事長施文彬語重心長來講，電競一定會拄到政治的介入。台灣選手甲主播愛會曉看場合講話。而曾經摕到60戰績全世界冠軍的台灣選手陳偉霖，嘛來呼籲布里扎多改變判決。不過伊閣來拍比賽，希望比賽了後，再閣來做伊該做的代志，講伊該講的話。記者綜合報道。真正是愛看場合來講話嗎？敢袂使講出家己心內話咧，對不？咱先請這個主播啦吼，你是互伊講出心內話，但是你無講你互中止合作啊？我不知道該怎麼講，因為其實那個是一個勝利選手的 interview，那通常大家也會說，我贏了，我感謝我爸媽，什麼什麼，就是我認為他是可以講他想的話，不一定要跟遊戲有關。是對，也許說，其實也是不希望把政治帶到比賽的舞台上嘛。可是今天他算特殊狀況，他有他的想說的話，而且我們也知道他很明顯。他是帶着決意來的，他知道會有懲處，但他還是要說，因為一進 interview 的時候他就已經戴面具了，所以我是尊敬他啦，就跟我講一樣 respect， 所以我決定讓他講出來，對，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啊，我自己的話，我覺得你佇面冊、臉書頭頂，你嘛有寫一篇文章啦，吼，講你家己嘛有你的這個原則，原則是啥物？就是我認為我的工作是要讓選手講出他要講的話，對，因為這中間，你畫面出來了。對，今天是很多層面，他還有導播什麼畫面給我了，那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認可這個畫面還是不認可，你想要中斷你隨時可以中斷嘛，那我就是先讓他講我要講的話，我就是OK 他可以講，那有問題你隨時可以卡嘛，因為另外一個美國那邊的，他們也是選手直接把牌子舉起來之後，導播就直接卡掉了，對吧？可是我覺得主播賽評就是做我的工作就好了，我那個時候的想法是這樣。是。
啊，还有主要咱嘛有讲到了，这个玩家聪哥吼，伊这个互这个主办单位除名了后，伊拄则咱嘛有讲到，伊讲伊只是输了4年的时间，但是香港输了是4人的这个代志。你听到伊讲安尼话，你有啥物感受？哦，想要考，想要考，公了解好。安那讲？对啊，因为他是就代表他自己在那边发生的问题，是真的影响到，就是他必须，应该这样讲，他的本意没有要把这个话语权带到游戏舞台上，但是今天他的生活让他受不了，他必须得这样做，希望更多地方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因为那个比赛可能是他自己可以发声最大的管道，对，所以即便他知道他会有惩处，他还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对，咱讲到这个电竞的这个比赛啦，无论是这个运动的场合，咱国际上应该看到这个，可能有人去参加这个奥林匹克、亚运也好，其实伊是带着这个决心啦吼。有当时啊，伊是抱着，可能对着这个国家这个人权较好，国际上应该有这款的例吧。对，确实就是讲，伊有为。伊要参与，因为咱毋是讲大家人拢是政治人物，毋是所有的人，逐工拢咧甲你讲啊，这个公共事务是安怎？伊是各行各业，所以咱即届看到，不管香港，拄则讲到这个选手，电竞的选手，伊要讲心内话，是讲要讲服香港，要讲遮的民主。咱看到连香港的医生，咧路的嘛去用压落来，医生伊普通时做事都是专业。但是咱看到讲医生伊会行上街头去哦，即警察甲拍甲安尼，这都大家讲各行各业伊拢有一寡心内话，伊想要来表达。拄则咱讲到，不管是 NBA 也好，还是讲透过南方公园甲即马即个游戏，伊拢甲你做即个禁止，你就知影讲中国的即个无文明。一般咱咧签合约吼，袂你除非你迄个违约，一般来讲违约才会使甲你终止。伊是讲我不管你 NBA 甲我签啥，转播权参安怎，我不管你安怎签，我讲画刷就刷，画册就册，这是中国无文明的方式。你来咧全世界其他国家做生意，你知影甲人签约，袂使凊彩人共画册，但是你拄着中国的时阵，伊凊彩甲你画册，这就是无文明。这嘛是一个为什么咱咧讲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一个选择。今仔 NBA 踮咧遮食着苦，我讲踮咧中国食着苦，因就会开始去思考过去因咧美国安怎去追求拄则廖教授讲的，安怎去追求因的即个平等，安怎追求因的人权，这是一个过程。即摆咧中国拄着即个苦，伊就会去思考讲，我今仔是为着要食一顿饭，我无食我枵家无法度生活，还是讲我是为着要趁搁较侪钱，这都是佩洛西即个。议长今仔日通过这个法案，你讲的嘛？如果美国人选择的是讲为着商业的利益，无放弃替中国人权讲话，以后全世界，伊去全世界任何所在，伊拢无讲人权的正当性。伊就是咧讲的这个普世价值的这个上基本的。NBA 是一个例，南方公园是一个例。这等来咱一般生活来讲吼，就是讲一个人你要选择做人，甲做动物有啥物无共？选择做人，咱毋是干那食一口饭，咱食饭食饱。之外，咱有人的尊严，这是一个基本的选择。但是你若为着讲，我要食搁较侪，食搁较侪，我无爱做人的尊严，这种选择，真侪人会感觉讲这无啥。你甲这咱饲的动物啦，伊食饱，伊真欢喜，甲你足欢喜的。但是伊无需要一个做人的尊严，这就是差别。所以全世界文明国家都咧思考讲，安怎才会使互人有这个做人的尊严呢？人权的保障。民主的制度，这互一个人甲其他的动物无共。你一个人，你有你的尊严，你会使选择，你有你的言论自由，你会使去讲一寡你心内想要讲的话。今仔中国用伊无文明的方式，包括拄则咱的这个主播咧讲，咧电竞顶管，你讲着伊无爱听的话，我就用资本的方式，用其他的较粗残的方式去对抗着，甲你讲你袂使讲遮的话，你无配做一个自由的人。香港拄着的问题嘛是相像是安尼，所以这互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不管是欧盟还是讲英国，包括连美国的法案，咱台湾政府全部拢咧声援香港这个少年家是安怎？因为咱认为因是一个自由的人，应该做有尊严的人。有影，咱继续来看讲吼，美国联邦众议全体这个议员哦，一致同意这个香港人权跟民主法案，个佩洛西是安怎讲？咱做来看。If America does not speak out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because of commercial interest, then we lose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out for human rights any place in the world.
强调美国会继续为人权发声。美国联邦众议院15以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香港人权的相关法案，包括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以及第543號決議案。Despite the 1997 Sino-British Agreement, leaders in Beijing continued their high-intensity political pressure campaign to subdue dissent within Hong Kong, which has emboldened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stand up against Beijing, but more for freedom. 眾議辦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要求美國總統在咧法案通過的180天內，以凍結資產、撤銷簽證等方式制裁侵犯香港人權的人。國務卿每年嘛就愛甲國會報告，評估香港是毋是享有和中國不同款的特殊待遇。保護香港法案是禁止企業甲港府出口軍火、防衛服務技術，一直到總統會當認證港警過去這一檔無嚴重侵犯人權，而且相關的記錄攏有獨立調查處理。那是第543號決議案，是承認香港甲美國雙邊事務，並且支持市民有抗議示威權。面對法案通過，港府回應保障人權甲自由是特區政府的責任。對過去這幾個月有示威演變做暴力違法事件，警方一直攏真控制、嚴格執法。中共外交部更加聲明，表達強烈憤慨和堅決反對，指出美國眾議院無顧事實，將香港的嚴重犯罪行為講是人權甲民主是雙重標準。對這項草案決定，會採取有力的措施堅決反制，並且強調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不用阮外部勢力來干預。記者綜合報道。中國外交部聲明講，這個強烈憤慨啊，即美國這款的草案決定，因是會落開吼，堅決來反抗啦吼。到底是要安怎反抗？教授，我感覺先先講我清楚者講吼，這人權吼，中國攏常常來講啦，講吼，你甲批評我的人權，就是感謝我的內政。是。吼，這個小個講清楚，這個講清楚。吼，所以咱現在講人權是普世價值。就是講，你每一個國家攏是愛去保障人權甲自由。因此，其他國家會使要求任何一個國家來符合這個國際的標準。哦，這是互相的批評甲要求。吼，所以講，任何要求人權攏唔是咧干涉內政。中國嘛是咧講美國人權無好啊，對無？所以講你若講照安尼講，美國應該是反過來抵制啊，所有中國嘅產品，中國產品足多哦。吼，你會使講攏抵制，攏袂使。來我美國，那照美國、中國嘅迄個誒出口，應該是安尼一條啊。啊，不過美國無嘛，所以講我這愛小講個清楚，小講個清楚吼。所以講，咱拄啊講到跨市場，這個我是怎補充一下，吼，就講毋是跨市場咧講吼，因為中國無了解什麼西方嘅言論自由。這樣你講上簡單，上簡單。吼，這毋是西方嘅言論自由爾，這是普世價值，是喺每一個國家。哦，每一個國家攏愛遵守嘅吼。我是咧本身笑啦，講若跨市場無講介了解吼，我拄啊博士論文是寫這，吼，所以國際標準啦。比如講跨市場有時間，若原理我會使國家教一個，還是講我會使國家討論一個。所以這是第一個愛講個清楚嘅。所以講你才有講其他咱嘅討論嘅這個重要性嘛。若講伊毋是一個普世價值，咱就無需要討論啊嘛。啊，中國你自己做你家己嘅代志嘛，吼。啊，所以講第二愛討論嚟講。香港無毋對，香港講的一句話，我感覺是無毋對。即保護香港人民的迄個權利甲自由是香港政府的責任，無毋對，這句話是對的，伊應該要做這代志。但是所以講，咱應該要求香港政府做真正做到這項代志。所以香港政府毋是甲咱講這句話爾，伊愛實際上去做到保護香港人民自由甲人權的代志。所以講，你愛問。咱來問香港政府，你的警察到底是咧創啥物？對無？咱拄啊，律師嘛，迄個黃律師嘛講啊，迄警察是非常的誇張啊！你往啥物證據攏出來，吼，對無？啥物方法？不管是啥物催淚瓦斯啊、攻擊，甚至實際的證據呢？對無？啊，你對上咧，不管年紀，有甚至有即個12、13歲囡仔嘛去向拍，對無？不管伊的身份。記者嘛是去互拍，任何人攏去互拍，這是完全無符合國際標準的。我感覺講，香港警察其實已經是違反領導罪啊。其實已經是變做一個國際犯罪。所以講，香港政府應該實際上去做到，伊應該保護香港人民自由甲人權的責任。吼，啊，對其他國家來講，照你講，你即馬因為是普世價值嘛，
所以讲咱爱注重这项代志嘛。所以讲，才有讲全世界咧支持香港的人民咧，对着自由甲民主咧奋斗这个代志嘛。所以讲，大家毋是食饱无代志做，对不？为什么讲大家即马在支持讲香港人咧为着民主、人权甲自由咧奋斗？是。起码大家是为着这是价值嘛，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大家毋使咧支持嘛。嘛，照讲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来讲来支持香港的嘛。我感觉确实有影。迄议长讲了这句话是我感觉真重要。如果美国政府啊是美国国会无法度在这个代志徛在人权这类上，美国是要对全世界甲人讲徛起啦吼。所以回过头。就是看到这个 NBA 头拄到咱讲这个火箭队这个总管 Maury 讲的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没有啊，这个普世价值，咱咧继续支持香港落去啦吼。啊，咱嘛看到这个美国通过这个法案，表示讲这个普世这个价值爱一直来遵循落去。今日是非常感谢咱四位来宾做伙来讨论啦吼。那有这个啾啾麦讲到这个 LeBron James 暂缓伊的这个地位伫个，但是伊就要面对着亲像周子瑜事件，咱搁有这个直播主，伊面对着家己这个头路，因为讲互香港这个时代革命这个言论嘛互终止啊吼，所以咱搁一站好好来思考讲这个中国这个问题甲这个北京政府。